今仔日就有考日表的开会，伊早会排题讲哪会安尼遐费气？即摆变呢，因为即摆就会使用台语安尼加讲，讲即个课安怎写用台语讲吼，真正会讲愈济，会感觉讲家己的台语无介好。迄个调有可能拢华语化，毋过愈来愈会当接受讲，可能大家讲的，就是即摆少年仔毋是在来自细汉就讲台语的人，伊的腔就是有即个华语腔，无遐顺我即摆就会当接受，就是讲听别人讲，虽讲悠远的听甲有淡薄概略艰苦毋过我会当接受讲家己讲嘛无遐尔好，这嘛无要紧想看觅。其实甲我对谈的一寡少年菜鸟嘛是讲甲无啥好势，我嘛讲甲无啥好势，安尼拄好。嘛无啥物牺牲，嘛无啥物好怨叹，拢会当接受，大家拢做凊彩。安尼豆练因为有讲台语，就有即个需求。有可能阁会去看一寡台文的即个社交软体平台顶悬的文章。有可能阁参加一寡读册会。就是安尼豆累积渐渐就会开始比较，阁会开始紧张赶紧讲，哪会进步遐慢因为家己的头壳内底想法理路，就是讲，学台语哪会爱遐费气啦？即摆想的，就是咱就毋捌讲真正学过台语拢是做自然的方式。毋过即摆就无即个环境有人嘛会讲因若讲细汉的时体送去美国、英国，当然就是讲英文就不加老毋过毋是大家拢有即个条件，若无就毋免怨叹。就即摆看家己要行去倒一项就是想好清楚，看好明白，安尼就会使过来今仔日掠准有读册会，结果看到8月2因即个群组阁开始起变化。本来讲读册会无啥物问题，毋过对因来讲，可能因会惊，毋知惊啥。伊阁变做讲爱先报名。我是上课上了9点8点半的即个读册会，有发现讲奇怪，哪会无人换刷位换一个方法用爱先报名，阁寄物件互你。我嘛变做讲来紧报名，毋过咧嘛是看就想袂着啦，可能无提早报名。因方式阁有改变安尼我嘛知影讲，其实即个团体虽讲是较坚持的，我想讲别讲为着少数讲听无台语的人，就转做华语是真正讲较坚持。毋过因的做法就是较保守。就是足惊讲有人掺入来其实袂啦，读册会因可能会惊，这是一种心态问题，就是会惊惊这惊迄，安尼变做要推送物件变讲较无法度传出去，人会讲足神秘的嘛。无做利便即摆人拢是爱诚利便若讲因即个团体爱做有坚持做有坚持，有可能就是迄几个人有可能总算是捡到一个这个就是
就是所谓的有坚持的是家己人，因可能就是去捡安尼甲家己较活的人，安尼嘛无要紧，我就是讲知影讲因的做法，因的理路是安尼。当然，甲我是较白合，我都无想要愈行愈矮，愈行愈惊。开读册会，惊有人来，爱先先早，爱先不爱互别人知，就算是拢参加读册会，参加遐实啦，游玩会方便，安尼互我就知影讲，就是即个带头的即个人啊，就毋免想讲。我迄拍拼家斗斗骹手，毋免就是捐钱就好啊。钱是无互人会封闭。毋过人伊可能会惊你即个人来路不明惊你即个人安怎。因足惊人，毋过钱袂惊。我着用钱甲因赞助。若讲读册会。有倒下上会拄好，品质嘛袂歹，着罔参加，着毋免讲甲这有一种心理，想讲要加入因，因为因摆脱的即个想法足强的。若讲我做想要加入去，我心肝头会艰苦，讲哪会无甲我当做家己人？即摆就是讲。无要紧就是嘿，毋免看遐重，安尼拄仔好，安尼都袂艰苦，嘛袂讲失落，嘛袂受着伤害，就知影讲，逐一个团体有无共款的性，因有资源，讲台语，我嘛会当家己学，台语的即个。学习其实是足快，毋是讲敢若有倒一个团体较有嘛无啦，就是讲有一寡团体就是较袂讲华语，讲台语讲较老，安尼就是对我来讲帮助会较大。就安尼尔，就是因气氛，因的坚持。毋过毋免去想讲，哪会无甲我当作家己人？因是毋是要甲我摆脱？因为安怎，我爱安怎做？拢毋免去想这，去博感情，实在是家己找安尼行毋知路。因为甲因愈活，迄个想法会愈极端，变做讲阮就会定搭喙角伫冤家，因为伊就是大中国的思想，安尼我就讲较想要甲台湾意识甲伊建立，嘛是足少数的啦，因为即摆人会无重这，我即摆就知影讲，着有一寡代志莫看遐重，像讲若我写册写小说。大家较无兴趣，毋免看遐重。我若有介意，我不时伫想讲我迄个时阵写即个剧情，真有趣味，真正拢是我爱看的，我爱读的，我家己写。安尼就有够啊！若讲有一个人来读，我会去甲伊抱，想讲会使加甲我学落。其实毋免安尼，毋免讲别人讲的话，较实在，家己想的安尼拢无准算，爱放弃即种想法。就若亲像讲，我练讲台语嘛是共款啊，我毋免想讲，今仔日台语诚老的人甲我讲台语，安尼是一个肯定。今仔日即个读册会。有人甲我招，甲我当作家己人，这代表讲我即个逐届拢去参加有价值，拢毋免安尼想，就是讲，若
有缘分就去啊，无缘分也无就后改啊，这哪有啥？就是讲家己较独立的吼，拢是看家己，毋免讲我爱去做附属一个团体吼，附属一个顶司，附属一个公司，莫甲家己当做附属，啊无就是爱有读者我遮是一个成功的作者，拢毋免安尼吼，就若亲像讲。有当时问问题讲台语无介好势，毋过我会当看到我的精神，就是我有勇气，我伫进步，我会甲即个成就、成绩即个观念甲伊放掉，咱再来拢是讲你爱提出你的成绩，你爱讲甲诚好势，你爱讲第一个团体，你有地位，你爱足侪人甲你欣赏，甲你牵成，咱拢会想讲，这是对家己的一个肯定。咱无转来看家己，家己配合家己鼓励家己。我敢讲，虽讲讲无好，嘛有人会讲有的人是自细汉会晓讲，安尼，这是上好的。安尼你若大汉较去学，就听起来就是有即个腔安怎，就是十喙九尻川，就是这话拢是大家讲，若逐一句拢听甲诚艰苦，安尼，就无法度讲。家己会当替家己去做家己的主人，想讲别人拢无重这，毋过我着无共款呢。我感觉足重要、足要紧。社会无要紧的代志，我捡来做，我去坚持，毋免讲做甲做好诶，佫有啥物干部啊，做甲爱做教授。即摆人会当鼓励讲，你行一条较无人行的路，毋鼓励因会有一个期待，讲你做甲会趁钱，你做甲做教授，博一个机会，就是无人做，你去占一个课，这犹原是一种主流的观念，因无法度接受讲。我著欢喜做，无啥物成就，我就是安尼做，学甲老，做甲老，做甲安尼嘛无啥物去啥物团体嘛无啥物出名嘛无安怎，无啥物写册搁着顶，就是一个做平凡、做普通安尼豆豆做，毋过无一寡细小。一寡成就，即摆人可能会讲你了时间，你哪会？这犹原是咱用这社会上啥物叫成功？犹原是这种理路。我即摆就是知影讲，家己会当鼓励家己。讲无啥好势，无要紧，我就会使用台语来讲日记，就哭讲，无人会毋免讲啥物人稳准，想看觅我今仔要参加一个8月2的读册会，搁爱报名呢，搁爱等人讲有同意呢，参加一个读册会，拢爱人同意。毋过我用台语讲台语，搁有用台语讲日记，虽讲可能有人会讲。这有腔呢，有少年腔的，有华语腔。毋过我犹原会当讲，这问题就我家己，就是讲爱甲别人的意见看遐重，抑是歹，就是安尼啊。我即摆爱练习，这都是一种练习。有人会讲我不爱讲啦，我安怎讲拢讲袂好势。
我就煞煞去放弃，我就去学其他语言，就算伊安尼想，伊其实嘛袂去学其他语言啦，因为你都是共款的啊，拢是会去叠算盘，叠来讲我学这嘛无啥物好康的，我等待一个真正好康的，教我真我意我较来去投资，拢毋免。我即马学的就是家己讲较爽，家己讲较做满足的用台语讲日记即个起毛一痒，安尼就会当啊，毋免去有伤济压力，讲哎呀，我都无摕着好康的，甲好康的拢放袂记，莫啥物拢想着好康的，这看起来是一个有好康当然好，毋过摕好康这个概念去拔条条，颠倒是一个损失。毋过，即个损失无人看会着啊，就是安尼。